觀眾朋友，今日個好模範收看福喜來嘅，我阿明姑劉浩明。中秋節8月半馬上都要到喎，中秋節係一個團圓嘅日子。你今日啊，小姐咧個特別嘅活動，而係把我哋中秋節嘅團圓同我哋客家文化結合起來，一個大型嘅 MV。我哋馬上放喺今日咧林恩如先生嚟到現場同分享過，當初做乜個拍入 MV？ 我哋馬上放喺今日先生好，主持人好。電視前邊的所有的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來自美濃嘅林恩如。係，恩如先生分享來到我現場，因為我哋提供嘢其實也係一啲，譬如講我哋好客宣傳文創產業發展協會同我哋合夥，我哋沙期共下拍嘅嘛嗬。係。咁一兩個，譬如講一啲發展協會同一啲沙期，睇下俾睇顯嘅一啲 MV 地位，一兩個角色係用嚟去分配嘅呀。其實我哋咧好客宣傳產業協會吼，已經第一隻嘅拍嘅活動吼有過多啦吼。那因為一個方面，我哋都着重喺睇我哋嘅文化，以及我哋嘅語言，吼合夥沙期咧，我哋都帶一個人氣，帶一個產業，以為一地位安尼。簡單講，如果一方面咧，我哋咧表演咧啦，我哋甚至講文化方面嘅負責，都用我哋咧算是好客宣傳一部分來負責。係。但是我哋咧人嘅通人啦，甚至是載體嘅一啲經驗嘅部分，都我哋咧合夥沙期來叫我來做一部分嘅一啲角色嘅配合。係冇錯。而家其實按你嚟講法，等於講一定要內容，一定要有我哋人潮嘅部分吼。咁當初我想要把我哋客家文化同我哋咧8月半中秋節也為一啲活動做一啲結合咯。其實佢喺我哋想法都相當講啊，中秋節係喺我哋一年一度嘅一個團圓嘅日子啦嗬。人台北有下擺會講啊，一講法法咩嗬？第一就係團圓嘅日子。唔單止可以看一講啊，可以食油嘅啦，可以行肉啦，千多嘅活動啊。但是我想到講啊，一擺就因此之前吼，我有一個想法，因為我哋所有嘅產業，語言啊，吼，我哋客家語言，文化要流傳到今日，非常嘅冇簡單啦。來自於我上嘅感恩啦，感恩一就種皮啊，吼都我哋咧阿公阿媽來呢邊都美濃。立足喺幼兒那嘅時節，那當然現帶內現咧，有一個特別嘅，應該係咧講幼兒書啊，人人識幼兒嘅幼兒書嗬，佢會延續南洋做邊咩？古來嘅時節都一票人，大約300人頭嘅幼兒書，古來都種啊幾天啊，種啊古一邊樹林嘛。可是幼兒那位真是嘅體名嘅來源會安尼哦。因為延續南洋啊，對。古來嘅時節已經係咧怎樣嘅噃？到古來時節，他講吼，初選嘅古來就一直帶，全部人都帶幼兒書古來。帶古來嘅人嚟講啊，第一綠美化，好可以屯一個環境做一個好。第二，人對睇到落嘅時節，安用嘅學生嘢咧唔啲啊。但是種嘅幼兒書，伊唔單止可以賣，還可以切下食。又可以綠美化，所以一到閒人吼，這些長輩們啊，真是相當厲害呀。他們皮膚也有按啲頭腦啊。嗰所以一方面你講感謝到2.8也為幼兒當時幼兒書帶過來人嚟見幼兒哪個地方吼，因為有當初一到300人頭嘅幼兒書吼，咱就見啊幼兒哪，安尼嘅名嘅同之外啦，吼，同時伊的馬真的是把我哋客家文化一代一代傳承下去。嗰所其實也為伊的 MV 地位睇，尤其係中秋節，也為伊的全家團圓嘅日子。唔單止愛團圓，同時我哋嘛愛感謝我哋嘅先人，吼，讓我去經驗也為幼兒哪。但是從伊的 MV 來講嘅話，一方面又有感恩嘅部分，一方面又有文化傳承嘅部分。佢節目嘅安排，讓我去可以安排。其實我睇節目嘅安排，睇頭幾1點鐘嚟講嗬，我感覺到講啊，本一樣嘅沙團所學習到嘅一個技術技能，不管係做美術也好，也係講啊寫文房四寶要請先生嚟教，喺冇做講啊做其他嘅手工藝，尤其
好客新傳嘅學生誒，伊本身就有這個匆匆敲敲鑼打打鼓啦吼，都會有演出，所以我哋頭1點鐘都成果展，係，那接下來嘅聽嘅橋段就開場嘛，開場誒就我有你先演奏，我理事長跟新接任嘅理事長會先演奏感恩的歌啦，那感恩嘅心態其實。我哋因為來到研究嘅吼，佢因為嗱喺度研究嘅，我想一到老人家弄拜啊，其實見到90人寫嘅，80、90歲以上嘅啦。夫妻很天才啦，夫妻很天才，60周年金婚夫婦啊，我係簽嘅10對啊。哦係哦。誒，搶地因為嗱係簽嘅10對啊。所以伊媽真係樂意而來參加，所以為了一感恩伊屯語言傳下來，屯南山傳下來，屯所有嘅美食傳下來，文化傳下來。誒咁啦，我一個人哋應該叫感謝言，所以啊特別拍呢一個感恩的頒獎橋段。係。唐老師講，前1點鐘就聽1點鐘嘅嗰種，我哋講風格是完全冇共樣，但是其實。老年的長途其實都可以想得到講，當時嘅安徽會引老年的，但是我相信我哋觀眾朋友想講，今日就係咪先從第一段開始講？從第一段唔知個要講到講，譬如講我哋咧好客宣傳啊，嚇，冇得講我哋咧哈佛沙記，嚇，佢本身平常都有練一些才藝嘛，嚇，嗰時尤其像是我哋咧算是成果發表，但是成果發表地方一定平常有練那個東西咯。其實我哋平常練咧，嚇。歌曲除外啦，下擺也會去1對1嘅唱歌嘅男女對唱嘅啦，男女對唱，係，冇就分鋪合唱嘅，再嚟就一個舞台，不過我哋沙琪咯，可能一半一就裝批，大家可以運動健康身體，要打太鼓，冇錯，係要打太鼓，係。嗰種好客宣傳團我哋咧好客沙記，好客沙記這個本身都有一啲算是老人關懷據點，係咪？我哋其實我哋冇辦法辦我哋嘅關懷據點，因為我哋好沙記哦，就已經菜體哦，就已經有量嘅，有已經係喺14山沙記進駐，你唔係到我哋沙記吼。你聽點嘅，聽嘅就衛生所，沙皮區嘅衛生所，所以變咗我哋沙期吼，只能辦一些嘅活動，就冇辦法辦一個據點，關懷據點。等於如唔係用據點嘅方式，是喺這家沙期有一啲這家活動，團隊，但是要團隊嘛，等於如平常會有，譬如打擊樂器啦，節奏樂器一啲練習，嗰時候睇啲安徽嘅時間，不用一定有一啲機會去表現到一啲平常訓練嘅一啲事情。咁嘅好客宣傳有部分，唔講，我哋講細來細妹對唱嘅部分咯，佢平常嘅一種，算是課堂下，還是講一種興趣嘅一種練習咯。課堂，其實我哋嘅培訓學生嘅啲練唱歌嘅時間，可能留到我個位，我會教人請我哋嘅男女對唱嘅。其實我會講啊，1對1男女合唱，也仲嘅機會嗬，也培訓人太淡啦。冇每個人。團唱，我唔敢行一條線啊！哎呀，大家唔敢。團唱要唱都唔掂喎，要唱冇唱都差唔多。所以而家真係要可以獨當一面，就以前國泰他們眼人都打前鋒咩嗬，第1對1嘅嚟對唱，嚟對答一下。係啊，其實嚴準冇準，馬上都講得清楚。其實按你嘅感覺嗬，又會感覺眼人咧一個發通。比較多元一點。係啦，冇錯。咁從我哋講下課程來講嘅話，而參加而大部分嘛係哈佛沙記嘛，還是講有其他沙記？嘛有其他嘅呢。從我哋沙記都嚟嘅職工嚟講啦，嗰度留到位動物呢，留到有足球隊嘅，哎呀，嗰有水晶呢、太陽呢都有呢。唱一個呢，大部分客家歌還是有華語歌咯。我山歌小調我會教，係想同佢教，但是教嘅歌少，因為我上回講啊，先生教人啲歌位哦，千無秘辛呢。係啦，山歌調亂嘅啦，好多都改歌詞嘅啦，調性是完全共用啦，唱一唱一路唱。
有到讲人强的时候，因为讲哎呦，冲了从伊3個，都冇意思。佢像人當初去做一個安飛嘅安排嘅時候，有想到講，因為其實你講啦，像頭先現場有講嘅，唔單止講間中有合唱、有獨唱，啊，你一個台東嘅表演嘅時節，其實幾多人數、天數，尤其係像唔講佢打擊樂器要上去。大幾月要上去表演的時間，幾多志工爸嘅阿公阿婆幾多東西先擺上去呢？尤其阿公阿婆於是行路路，即個行路路，我有人聽呢，唔可能即個八股嘅帶上去嘛。其實我哋學樂嘅樂器嗬，我哋太鼓方面年齡冇清太，年齡冇清太，留到我係退休人員。好。係阿燕其實這個可以辦鼓嘅啦。甚至他講係親有力睇。係啊，因為如果講到講，雖然講我哋設計嘅一啲安飛嘅內容以外，我嘅工作人員、志工工作人員嘛，我幾多？係啊，因為下擺嘅講啊，我做態。下擺要引導，強中國來籌備，我也就弄個志工。我唔錯。嗰時看到一篇，我發現到講，雖然講也係一啲好多人的半夜班同人的客家文化的安飛，其實也前後後要準備嘅事情還是幾多。休息下，我下檔節目，我哋買嗰度嗰精彩內容哦。放下過來復起來嘅，所以冇來自我哋美濃嘅林恩路先生來同我現場同分享講，一隻好多我哋半夜班，同時我哋客家文化安飛而慶陽嘅安排嘅。頭先我哋已經有講到講，譬如講我哋表演嘅部分啦嘛，但是頭先已經有講到講，其實人家擺睇，我哋喺客佛沙嘅地方，又發現到10對劍符呢，係咪？係啊，我佢貼片呢，因為劍符冇簡單呢，當初用嘅去潛到，個同時一條算是來劍符呢一啲，我哋講阿公阿婆來講，一定要乜會貼片嘅故事。其實每一對爸爸媽媽嗬，都有演咧一個家庭咧，由來跟背景啊嗬。其實我從我哋見誒都相連啊，就係因為嗱。檳榔人嘅地方，又係個檳榔人，其實因為那個檳榔人也都全部種檳榔樹，要按到自家按檳榔人啦。行起演都發起一個有嘅鬧嘅，因為攏擺冇體面嘅，係啊，所以一堆先生嗬，其實也係咧好講嘅先生，而從韓式演都卡，全部寫毛筆詩，我一胎一胎。變24年咧，就各有成就嘛。同一個寫毛筆嘅文化，傳啊都見。變咗24年咧，見人係人美濃人咧版主，好，而三不時就得去鋪而且個文筆啊，寫得相當好啊。所以人其實爸爸媽媽嘅一個歷史。教育教育真蠻重要。現今夫妻兩殺邊個嘅名呀？因個年齡太也咩個腳個冇力啦，但是以智慧很好啊。那兩路嘅我講啊，兩路嘅啦台北我客家人會講兩路，啲一對夫妻見攏會去到衛生所，嘅安尼嘅。社會局嘅單位上，攏去個上課，那沿去個上課咯，夫妻兩殺係騎路嚟行咧，騎路嚟行去上課，我幾日咯都騎路嚟過上，我也幾都特別感謝呢個，係啊，因為其實。一方面我有按你的結婚佢冇容易啦。一聽你講兩個人20多年嘅世事，也挺難的。也挺難的。聽你講兩個人嘅感情啊，
都健份嘛冇散嘅，好多路咧，對健康健康嘢嚟講嘛，冇簡單啦。係啦，係嗰種其實我都想講，睇啲安徽地杯，我哋來同他人以小計到，10對我哋沙琪地杯健份嘅一個體驗上，我都想講入邊意義係乜嘅咯？純生意對，等於講唔懂嘅意味，真正愛有啲健份咧冇簡單，同時對健康嘅人強人嚟講法。一定看到入邊，你會希望講一定看到一條我哋咧兩路地杯乜嘅精神。其實我會潛出一個元素啦，嗬。佢最重要係你眼人做後台後批嘅人，要感恩語言啊。冇錯。哦，我嘅重點都想講，冇語言就冇眼人。好，因為每個家庭就同樣嘅嗬，沒有他們，沒有我們啦，嗬。當然後台所有嘅擁有嘅一切，都係語言留下落嘅。所以基於一個點。就我哋抱着感恩的心，我哋感恩天一點，但係語言咧行出來，在我哋團圓的日咧，唔可能3胎4胎人行啊出來嘅時節，因為我哋會做頒獎咩？冇錯。好，我哋要頒一個匾額給他們，而且他們有意義咩？嗬，天一點我可能會一下全部感染做男神嘛，特別人可能結婚的時節啦。經濟上咁唔好，我個人做信用上可能也冇，金錢可能有足嘅就男神，特別男神冇充件按華麗啊，所以有一點想法就講讓他們失去以前的回憶，變去做男神，我會做個靚麗一些，唔好都暗沉啦，都變做男神，為來接受我哋咧中國咧頒獎，那再表演一道老人家，一殺出一個題目。有獎猜謎，我以為是難喎，那先你就先跳到講一下，要不同樣嘅嘅起碼嘅答案係嘛？係冇都是寫唔出來，我邊面的。應該還好啦，也會簽書記。不過因為我想到我講，因為其實係一啲中秋團圓嘅日嚟講法，因為我想到嗰種阿公阿婆愛送去頒獎，我講切都會變回去。哎呀，真是你冇，你像頭先常講一樣，可能你啲阿公阿婆，今日阿公阿婆愛送伊兩獎。係啊，做乜嘢？做奶，做鋅球嘅，做我哋咧嘅西郎嘅奶嘅，冇全部都變過去。有乜貴？伊添乜貴嘛？因為天天又係團圓嘅日咧，天天都講。難得有啲機會，阿公伊兩獎，都可能錯都可能唔去獻上一啲。係沙子呀，同埋一起加油一下。嗰時我在想講，哇！因為唔單止講健份一件事情係一個貴重要、貴難得嘅事情，同時慢慢因為有啲機會可能會有啲加速，有啲機會他可以過來。係啊，啱唔係可能因為頒獎嘅盧卡爾開2獎3獎過來他可以多一啲中秋節團圓過來沙琪。向阿團圓，看阿公阿婆、阿公阿媽啦，我哋咪放嗰啲咪內個阿公阿媽，向阿姨台風兩獎。係啊，你啊。對啊。啲人講愛獻花。冇錯。係啊，一個真係公用嘅事情。係啊，嗰種10對嘅話，至少有10家人給人安排一天開2獎。好，同時我咪喺想講，健份要頒獎典禮，其實唔單止係真係。感謝到我哋咧，阿公阿媽也生意咧，一啲努力嘅工作，對我哋沙琪，對我哋家庭嘅奉獻，同時，咪還有一個機會俾我哋咧子孫孫孫，有一個共同去參加，對，我哋阿公阿媽一啲精神。係啊，其實不要本新人嘅第一講我哋根是從哪裡來？天意有共同參與。一啲家庭慶中秋節嘅時節，可以為家人嘅團圓嘅感覺，係啊。咁一部分是我講到算是我哋嘅節目嘅安排嘅部分嘛，嗬。咁沙琪嘅部分咯，沙琪嘅部分睇下嘅發動地方，頭都有意見話要講到講，譬如講我哋咧祭天嘅一啲團圓嘅部分啦，嗬。從以為我哋嚟講，其實一擺晚會地方話要結合到我哋祭天嘅美食，係咪？
忙啊都在地的美食，一部分我都過有興趣。講到食到，講到食到，嘛冇唔錯。人哋客家人吼，免不了講啊，講到講到客家人美食，後來都吞下來。其實人哋睇沙琪都里吼，平常吼將吞我哋客家人咧，將夜班啊。夜班點啊？我哋講夜班啊，我哋冇講夜班。哦，我哋都講啊夜班，我哋講夜班係。之前人講還有一個很多米奇班，你有冇講米奇木？係好，你講米奇班。我哋講米奇班，其實亞種嘅東西，我哋都想一計潛過來。因為你又冇講到潛過來？因為見到冇人。買一條東西嘅，佛克沙是以前冇人買啊，冇人買啊，就啱講唔講夜班嗬，因為自己做一個東西，我千度嘅夜錯啊，愛炒啊夜錯，你冇一個錯誤就做唔出來啊，而家永遠在一齊種嘢啊，唔講啊用粉去炒嘅嗬，冇識，冇識，就社會嘅安尼嘅一粒嘅原汁原味，開放來都唔多香，嗰種用粉咧好都。貴啲長長，嗰種用嗰種紙嚟去，我哋講去算是採過嘅嗬，佢還是會有安尼強，嗰強嘅地方，嗰冇強嘅地方，天哪，可能因為點喎？也有試過，所以我都想講啊，既然佢冇嘛有人去做嘅，就算有人做，全部要限係真講嘅機器安尼總係做出來嘅咧嗬，咁我就教沙琪嘅。阿條婆婆媽媽都教人採葉、種葉錯，用嚟做葉，去十個，去用果汁機打過，係，啱啱嚟採，所以我想講一樹一腳一鋪印啊，都對人講一鋪一鋪來，教人完成，完成嘅時間，當然同將來無天中也可以成為我哋沙琪嘅一個。產業，冇沙琪冇錢咧，係有嗰種嘢喎。真講米奇班啊，台灣人哋點頭行到我要買米奇班，還有一個米奇班，還有一個店頭，可能我主持人唔知點冇啦。米奇班台灣人哋嘅做生意來講，喺天橋巷做生啊，食米奇班攪黃糖，我哋一做乜嘅攪黃糖？呢種我哋講，熱量吧。講熱量是其一啦。最重要係消暑，驚啊中暑。而佢會解脫。佢黃糖會解脫。所以我哋台北很細細嘅，去天橋度，係目前之間都會先衝嘅安尼攪，安尼米奇班啊，攪黃糖水，攪我哋出嚟食。係啊，所以一個係一個文化。保留下來，我全部點頭去買鹹嘅咩？係啊，佢冇人買咧。係啊，佢鹹嘅又冇人買。嗰時伊哋個中秋節嘅安 P 地位嗬，唔單止有表演嘅項目，同時嘛把我哋以前嘅農村嘅生活嘛潛過來嘅。首先下個節目我哋嘛嗰度嗰幾條內容。放下過來，福起來嘅，所以我來自我哋美濃嘅林恩路先生，喺現場度分享講，睇下位畢業班嘅中秋安 P 地位，亦都係要安排無腔嘅節目冇。我就想問下先生，因為頭頭已經有講到講，我哋真係會把以前我哋食嘅夜班啊，還有我哋米奇班，會帶過來一件事情。但是我哋想到講，家中講我哋安 P 地位，能食米奇班同夜班，我相信你會做嘅，應該唔單止有啲東西，我哋慢慢嚟講，我哋慢慢嚟講。我哋韓國其實入邊安 P 地位其實話要唱我哋嘅樂團，歌手同樂團，有哪啲啊？其實啦，我真不容易唱到，因為我哋唱羅文玉啊，然後馬偉傑啦，也可能朱海軍演啦，可能家私都我哋負擔唔起啦。同時今年咧，其實中秋節亦係都蠻規模，
鬼都愛平常心講啦，嘿，真都愛去搶演啦。但是我在前一部嘅時間都讀到陳松先生，因為陳松先生有我愛去也錄音室，去錄過誒，伊那發行到藝術很多貨房喎，我也第杯創嘅一團啦，當然也個幾人卡合之中。我都特別跟先生先邀請，哇！陳松先生當然爽快，一百都同我。伊都幾豪氣。誒，當然好演員，一百都係答應啦。當然我提起上講提嘅都陳松先生咩嗬，今日像俺哋面容菜體嘅也都後生嘅，他們有2人組嘅，給大家自彈自唱嘛。再來就是還有。相同人哋地方上嘅一個點架，一個互動嘅情況可能會比較熱絡一點，帶到唔係常常講愛全部歌手嚟嘅唱，像下可能係設計嘅樂團，也會帶上去，會先提佢做演奏啦，係啊，設計樂團因為設計創作嘅歌嘅差唔多有10首歌嘅，那都從設計嘅歌嘅先來表現出來。本他個夢堂啊，係啊係啊，有啲對那個有啲具體有啲舞台啦，就是專業的啦，他講你看下練習的啦，那個業餘的啦，唱下路，真係都睇下伊啲舞台上面唱下嚟表演，本他個人堂，本他個人講，其實一年他佢做乜事情，同時有專業的歌手唱歌，本他個人堂，相信其實也係啲團員嘅安排也來講啊，反正。氣氛真的會綁到一個最高嘅地方，嘿。他同時都講，有時佢想我講，人唱演奏按好堂，你帶下人做會鬼用喎？一定會，我想上去唱一下喎。因為其實也個就變啦講啊，人哋嘅理念，其實人哋金錢，從人哋嘅點價，其中有一兩位，人哋台北要參加。你4年嚟嘅歌唱比賽，好，我覺得5等獎哦。唔係5等獎，3日咧。基本冇簡單咧。冇簡單啊。有還有一兩嘅，見嘛，攏提個做年咧不用嘅啦。當然人哋咩相同，有安尼機會，咧邀請嘅。我哋綁出來。再來聽一點就本年嘅4年咧，家庭式嘅啦，可能就媽媽擔任。4年咧，鄉下先念安尼繞口令，因為都是這樣的，我以日講為主嘛，跟月亮有關係嘛。當然都會問下就台北人講嘅日講法點貨為主嘛。日嘅台北日嘅點，我睇唔到，真睇唔到嘅啊！我想講已經寫好日嘅嗬，本4年咧去念，第二去念，第二去講客語。我本年講有來打夾嘅，夾嘅打喺度3至2拿來唱歌嘅，感覺安尼嘅氣氛也唔會差，係啊。可是中央一定一講法吧，其實每年地方也冇中央嘅嗬，你嗰邊係點播為主嘛？有點播為主嘛，有台北人講啊冇天賦咩？可是其實按你講方來話，其實一對。中秋節嗬，半夜來講嘅話，唔單止又有好堂嘅、好看嘅，睇下人鄉下來參加嘅，同時做乜看空來，看到後來上個節日上去唱嘅，咪可以上去唱。做得啦，係，就要留一個橋段俾互動。根本啲係紅聽上我講到，呢啲發動盤上按你來講嘅話，人嘛全部多嘅，全部睇嘅人嘛看得過聽，唱個嘛過聽，我妒忌呢。當然會妒忌。嘅耳班同面試班唔拉白，唔拉白，絕對唔拉白。係啊。那當然啦，因為主持人工作也嘅嗬，都眼嚟咧民生問題咧，一天都是咩？一天哦呀。係啊，一冇嘅時間。那要話係要限制個鬼主咯。係啊。係啊。對參加一個活動誒，就變咗講到時節，眼嚟就要準備嗰澎湃嘅鹹肉轉茶，鹹肉轉茶嗰個係要鹹烤乳豬，嗰個係要準備一個腰嘅，因為眼哋一個係必須愛食嘅咩嗬，本他個北腰嘅快樂啊，係。嗰度等於你講現場都有安尼嘅食物可以本他個，但是問題係人家都想講，咁你有食物要看。係，
爱女老师咯，我参加嘛，我报名嘛，報名哦，因為因為人前個人嚟嘅咯，可能喺課冇辦法容納按個人啦。有啲人樂意嚟參與，有啲人冇樂意嚟參與，都是這樣嚟以報名為主。你係一家人有一多人，我就落一條名下去，5個人我都寫5個人，都是這入場平淡的入落會減數音，我嘅數項會減數音。那減數音其實我哋咧報名單呢部嘢，可以抽獎，因為都是這相同快樂咩嗬，撒氣好快樂咩，可能會講免蘋果盤時來摸一些字眼，你會本他個抽獎快樂啦嗬，快樂各位哋團圓中秋節，那采來就可以評我哋呢一個音呢，根本呢，我哋你不到現場，第一講啊，你每一年，大家就可以去20碼嘅哪碼嘅。有個行業檢查就安尼咩？係。嗰時第一路我哋有一啲算是報名費以後，你批嘅時間都可以看節目、聽音樂，甚至是同時都可以現場又有一啲食的東西可以問他看你去，至少嗰時間唔是自己帶食的去，安尼搞仲幾麻煩啦。係啦係啦。嗰時安尼，等於講建議對中秋節來講嘅話，真係啲。有啲人如果中秋節可能都睇咁樣看電視啊，睇乜嘢都睇到卡打嘴鼓用啊，有時生意都唔感覺到無聊。但是佢有一啲人發通本生意咧，可以去聊聊，可以行啊。佢重要嘅一啲時間點，天咧係哪啊？天點係合浦的中正路1段116號，我哋臨家嘅貨房度。個問題係貨房要安排下。都是有按多人可以參加，有，係用那邊下。個時間咯，日期咯，日期係9月24。如果係中秋節嘅前一日，9月25中秋節咩？我哋前一日，冇到25嘅比你千多人，千多發通啊！冇錯，每幾年我就談這唔利用，我哋都提前一日。到24嘅比你咧，連暗頭5點到9點，鄉下人都過做飯發通咧，因為都市人咧差不多7點鐘開始，係啦。好，但是你看，因為最主要嚟講，有發通案多啦，係，發通嗰次佔滿是有多，係，然後有多是咧，嗰時5點就過好啦，係啊，因為主要都前半段都主要講啊。結合我哋咧，我哋嘅成果展係啊。咁重要部分嘅話，從唔係係從用報名嘅方法，可是問題係要報名嘅日數冇。譬如講，我最多能差唔多1000人安尼，有安尼額度。差唔多都容納150個人。150個人，係差不多容納150。我覺得其實等於都當報名當報150人嚟。差唔多。我覺得其實冇多呢。係啊，我哋有限制講4年呢，我本4年呢優惠一點嘛，有到我帶來，有到一兩人成咧帶來，我都講唔怕，一個都本米的家庭，國小，1年到6年成都國中以下嘅4年嘅啦，免費。都算睇營業㗎啦，睇營業，4年都團隊來食的啦。係啦，其實嗬，按你怕呢安飛沙期安飛嗬。我唔喺度賺錢嘅啦，唔係，都真係都睇魚的機票嗬，睇下人可以互相去交流，難得嘅中秋節。係啊，睇節目嘅最尾啦，嗬，係咪有乜嘅方法咧？譬如講，體育同睇下人哋講一下講，係咪請睇下人哋9月24號時間，我哋講中秋節前一日，睇下人叫我嚟參加咧，我等觀眾朋友講一下。好啊，我哋咧觀眾朋友，我主持人哦，點解也講下哦？我哋希望大家咧，在9月22可以提前先報名。我哋咧合浦沙期一個發展協會，我係林恩魯先生，也係理事長，歡迎大家可以提前先報名。我哋咧報名名額最高就150個人啦，大人1個人200元，4年咧
国中以下1年到6年的成人呢，出示证明哦，第一講嘅成人呢，哦，你對位成人骨夾攤嘅，所以我哋出示證明一下，幫我哋抵一下哦，一個成人呢就免費，哦，我哋都嚟呢，都聽我哋呢貨房都嚟，哦，總證都一噸116號，廉價貨房都嗬，大家判發通，希望我哋所有嘅黎民朋友，我哋的好朋友，大家呢多時間呢能夠共同來共襄盛舉，慶中秋。可能對幾多家庭來講嘅話，中秋節真係都太緊要為咗睇到卡地擺，但是喺看電視學食東西，但是而家有啲機會時間可以出去行行啊，看節目啦，看表演，同時嘛可以看到幾好以前唔都冇看過嘅情形。今日講咁聲啊，等陣安陸先生嚟到現場分享安精彩故事。感謝主持人，也感謝我哋電視前面嘅所有嘅觀眾朋友，感謝大家，再來了哦。休息下喎，都停下啲現場來，強下運動哦。